来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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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你要说，跟狐狸讲，我是说我不是梦，你说这个描画我能知道。你叫什么？我没有叫啊。我问你叫什么？我真的没有叫。你手上拿的那个手机是什么牌子的？看着老师你好玩，给我看一下嘞。手机我自己花钱买的，为什么我要给你？好吧，我查杀人，你呢？我查杀人，你呢？你查杀人？不要杀我！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医生，这肚做餓，第六尿，這肚做夠，特別肚做啦，六星期當地嘅肚做啦，這個問到預防針啦呢，我就是要知道到預防針了，那麼我不能夠這個冇炸的針就炸問到預防針啦，知道到預防針，我哋換了咁麼好多兩個，這麼好多兩個，就是要。望着想到活，就是要望着想到活。你别笑。